我叫 Coco， 身邊好多人以為我淨係得個樣，冇腦又懶，每日淨係識打扮 key 過，但你哋全部都睇錯晒。我唔係冇腦，我係有智慧、有眼光、有好清晰嘅人生規劃。只係我嘅智慧從來都唔會用來捱生捱死，做一世冇前途嘅打工仔。我好清楚。呢個世界從來都唔係獎勵最努力嗰個，係獎勵最識揀路、最識用自己優勢嗰個人。我真係唔明 Coco， 每日返工淨係坐喺度補妝、玩電話，工作推來推去，從來都唔認真對待。我每日咁努力做方案、寫數據、捱夜加班，只係想保住份工，做好自己本分。但有時見到佢咁輕鬆，我心入面其實都有少少唔平衡，唔知自己咁辛苦係為啲咩？阿斯以為努力就可以改變命運，佢將所有智慧同精力全部用來死做爛做，換取一份可憐嘅人工同少少 bonus。我每日睇住佢咁辛苦，只覺得佢好可憐。明明眼前有條好行嘅捷徑，佢偏偏要揀條最辛苦、最蝕底、最難行嘅路，執住到令人覺得好笑又心酸。我嘅人生目標從來都好清晰，用最少力氣、最少犧牲換取最大利益，用我嘅美貌同手段換一張長期穩定、一世都唔使憂嘅長期飯票。努力賺錢，太笨；識得利用自己優勢，識得揀路行，先叫做真真正正有智慧、有腦。每日返工，我從來都唔會浪費時間做文件、做雜務、做啲底層工。我嘅工作係維持靚樣、維持氣質，觀察身邊每一個人，邊個可以利用，邊個可以幫我，邊個可以俾我踩上位，邊個可以成為我嘅墊腳石。我唔使做嘢，自然有人會心甘情願幫我做晒所有事。我真係睇 Coco 好唔順眼，成日淨係坐喺度扮靚，工作全部推俾其他同事，自己就逍遙自在。公司請佢返來，到底係做秘書定係做擺設？每日見到佢咁樣，我就火都嚟。明明係大家嘅工作，憑咩佢可以一分力都唔出，仲要好似好威咁？阿強成日鬧我係公司蛀蟲、懶蟲，佢以為鬧得響就代表正義，其實係佢自己最蠢到極點。我一個鐘頭都唔使，就拿到佢哋捱幾個鐘，做到殘先拿到嘅成果。呢個唔叫懶，呢個叫高效率，叫聰明，叫識用資源，叫識得生存。我越來越肯定，職場從來都唔係獎勵最努力嗰個人，係獎勵最識用自己優勢、最識得利用身邊資源嗰個人。而我 Coco 就係呢間公司入面最識用自己、最識得生存、最識得贏嗰個。呢樣嘢唔係人人都學得到。今次公司個大項目，阿斯由頭做到尾，做到半條命都差唔多冇埋，捱夜、捱餓、捱壓力，做到人唔似人，鬼唔似鬼。我全程淨係睇住、聽住、記重點，完全唔使親手做，就已經掌握晒所有內容、所有方向、所有亮點。呢個就係我嘅智慧，唔使親手做都可以掌握成果。今次個大項目匯報，Coco 表現真係好出眾，講嘢得體，重點清晰，成個方向都好完整。睇嚟我之前真係睇少咗佢。雖然平時見佢唔係好主動做嘢，但關鍵時刻真係夠穩陣，夠出得場面。呢啲員工先係公司需要嘅人才。其實今次項目大部分功夫都係我做嘅，資料、數據、方案全部都係我一手一腳整出來。但匯報完之後，所有功勞都變成 Coco 嘅。我想講，但又唔敢出聲，驚人哋話我爭工位過，淨係可以眼濕濕咁忍喺心入面，覺得好委屈，好唔公平。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搶功勞，
我只係將屬於我嘅成果好好地收返嚟。我一早計算好晒所有人心態，老闆愛面子，上司愛順眼，同事怕得罪人。我用最穩陣、最安全嘅方式，贏得最漂亮、最冇後顧之憂。公司升我做骨幹，加薪、加獎金，成班同事羨慕到死。所有人以為我贏咗，我達成目標，但我心入面清楚得很，呢啲只係我嘅跳板，我嘅墊腳石。我要嘅從來都唔係一份工、一份人工，係一條可以改變我階級、改變我一生嘅路。Coco 呢個女仔雖然工作實務唔係最強，但形象、氣質、應酬都相當出色。公司而家需要呢類型嘅人去撐起門面，升佢做骨幹，等佢有更多機會出席高級場合，對公司形象都有好大幫助。呢個係值得嘅投資。升遷名單一出，我真係睇唔過眼。Coco 做過啲咩？每日淨係 hit 扮靚推工作，憑咩升得比所有人快？我咁努力都未升，佢就坐喺度直升。呢間公司到底仲有冇公道？我越諗就越憤怒，但又無能為力。我當然清醒，清醒到冇人救我清醒。我清醒到知道我嘅美貌係我一生最大、最值得投資嘅資產。而我 Coco 從來都只做高回報、低風險、長期穩定嘅買賣。呢個骨幹位只係我入高層圈子嘅第一粒棋。我由細到大就好清楚自己想要咩樣嘅人生，想要咩樣嘅伴侶。我唔貪小便宜，唔貪小恩小惠，我貪大財，貪穩定，貪一世安穩。我唔玩曖昧，唔玩爛桃花，我只瞄準有條件、有責任心、有家底、有前途嘅男人。我識得打扮，識得保持氣質，識得講嘢唔卑不亢，識得令有錢人覺得我值得被照顧，值得被寵愛，值得俾一輩子穩定體面嘅生活。我唔係黐埋去，我係令佢哋主動想擁有我，主動想為我付出。好多女人有樣但冇腦，最終玩殘自己，被人棄，一無所有。我唔會，我有樣有腦有計劃有節奏。我嘅美貌係武器，我嘅智慧係準星，我嘅目標好清晰，一調就調到金龜，從此脫離打工生涯，一世都唔使做。返工對我嚟講，從來都唔係賺錢，係獵場。我每日精心打扮，係為咗隨時迎接可以改變我一生嘅機會，隨時迎接那個可以帶我走上人生高峰、改變我命運嘅男人。我見到阿詩越努力、越進步、越受上司認同，我心入面就越唔舒服，越妒忌，越想整蠱佢。有時我會偷偷整亂佢嘅文件，刪走佢重要資料，遲遲先遞交俾佢，專登等佢出錯，被上司鬧，仲要加班補做到天光。每次見到阿詩因為我嘅小動作而委屈、眼濕濁、忍氣吞聲、捱夜返工重做，我心入面就暗暗開心、暗暗舒服。我就係要拉住佢、阻住佢、拖住佢，絕對唔可以俾佢爬得比我高，比我更受重視，威脅到我為止。我最近好多時候都覺得好奇怪，文件明明整好，但唔知點解會出錯，會漏資料，會遲交。我隱隱約約覺得係有人專登整蠱我。我估係 Coco， 但我冇證據，亦都唔敢指責佢，淨係可以默默忍讓，默默重做，覺得自己好軟弱，好無助。每一間公司永遠都有三種人：努力做嘢俾人利用嘅，唔做嘢識得享福嘅，專登阻住人做嘢保住自己地位嘅。而我 Coco 就係屬於唔做嘢兼阻住人做嗰種。你哋點睇？點鬧？點不忿？我都唔在乎。你吹我唔漲。公司年晚宴當日，我着上最閃最靚、最顯身材嘅晚裝，化上最精緻、最高級嘅妝容，
頭髮、飾物、香水全部精心搭配。一入場，全場所有人嘅眼光即刻集中晒喺我身上，連大老闆都主動走過來同我傾偈、敬酒，公開稱讚我氣質出眾，係公司招牌。今晚 Coco 真係令人眼一亮，氣質、儀態、談吐都相當出色，完全唔似普通打工仔，反而有種大家閨秀嘅感覺。有呢啲員工陪住出席應酬，公司面子都有光。將來有高層活動，一定要帶埋佢一齊去。宴會到而家，我同阿詩淨係坐喺角落，努力有成績都冇人理。Coco 一出場就成為焦點，老闆又寵，同事又捧。呢個世界真係好現實，長得好，識得扮，真係可以贏過努力百倍嘅人。諗起都覺得諷刺。我以為自己頂多就係繼續做骨幹，繼續 hea，繼續有人幫我做嘢。我完全估唔到一個改變我一生，令我直接跳級嘅天大機會，就係呢一晚悄悄降臨喺我身上，將我送上一條完全唔同嘅路。突然有一日，公司最大嘅合作客戶突然發大爛渣，話方案完全唔符合要求，完全唔專業，要即刻同項目負責人當面對質，要一個交代。我一聽到即時驚到腳軟，心離離，因為我根本連方案內容、數據、細節都唔知。我企喺客戶面前，乜都答唔出，乜都解釋唔到，淨係識得傻笑扮可愛，企定定咁望住人，企喺度好似一個擺設。客戶越見越嬲，越講越激動，直接話要終止合作，索償損失，公司即時面臨巨大危機，隨時執笠都有可能。當我見到 Coco 完全應付唔到客戶，公司隨時會因為呢單嘢損失慘重，我冇辦法再坐視不理。雖然我平時受盡委屈，但我都要對公司負責。我冷靜地講解所有方案細節、數據、修改方向，憑住專業將客戶說服，救返公司危機。全公司所有人都知係阿詩救返公司，救返大家份工，而我就係個徹頭徹尾嘅累贅廢柴。我以為今次一定死定，一定被降職、被鬧，甚至被戒，點知結局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反而係我人生最大轉機。事後 Ken Sir 即刻叫我入辦公室，我一入到去，雙腳都震，以為一定係大罵一輪，點知見到大老闆都坐喺度，笑容滿面，眼神欣賞咁望住我，完全唔似係要鬧人，要處分人。我當場呆晒，完全唔知發生咩事。Coco， 我知你唔係做實務工作、做數據方案嘅類型，但你形象好、氣質好，出得大場面，應酬得體，公司而家正正需要你呢類型嘅人。我決定調你去做我身邊嘅特別形象公關助理，專門負責公司高層形象同應酬。呢個職位超級輕鬆，唔使寫方案，唔使見客戶對接，唔使加班，唔使做任何煩惱文書工作，每日淨係負責陪老闆出席活動、應酬，保持靚樣，提升公司形象就得。工作量少到離譜，完全係為我量身打造。最重要係人工直接加倍，獎金更加豐厚，福利超級好，仲有大量機會識到商界有錢人、老闆級、富二代、名流，簡直係專門等我釣金龜嘅黃金職位。我知我嘅人生由呢一刻開始徹徹底底改寫。調去高層應酬圈子之後，我第一日就見到 Wilson， 年輕、有錢、有教養、家底厚、樣貌端正、舉止得體，完全符合我所有標準。我一眼就知呢個就係我等咗咁耐，一定要調到手嘅目標。我唔會主動黐埋去，唔會亂發信息，唔會表現到好貪錢、好急功近利。
我用最聰明、最高級嘅方式，得體、靚、靜、微笑、眼神交流，適度距離，若即若離，令佢主動被我吸引，主動想接近我。一見到 Coco， 我就覺得好特別。佢同平時見到嘅女人好唔同，靚得有氣質，淡定得有魅力，唔貪又唔黐，令人好想主動接近佢，了解佢，照顧佢。佢嘅存在係一種好吸引、好舒服嘅感覺。好多人以為釣金龜靠搞、靠癲、靠主動，錯到極點。釣金龜靠腦、靠眼光、靠節奏、靠心理戰、靠拿捏人心。我有智慧，只係我唔用來捱橙，唔用來死做，我用來嫁得好，用來一世安穩。Coco， 我好中意你，我想照顧你一世，我可以俾你脫離打工生活，俾你穩定、安心、體面、有尊嚴嘅將來，俾你一世都唔使再受委屈、再捱苦。你願意俾機會我，同我一齊嗎？我接受 Wilson 唔係貪慕虛榮，係我一早計劃好、部署好嘅人生結局。我用我最擅長嘅嘢，美貌、氣質、智慧、手段、心理戰，換取一生安穩，換取階級跳躍，換取我想要嘅所有。我遞辭職信當日，全公司震驚，所有人議論紛紛。阿詩繼續努力，繼續死做，繼續捱；阿強繼續不忿，繼續黑面，繼續睇唔順眼。我睇住佢哋，心入面只有一句：你哋行你哋嘅辛苦路，我走我嘅輕鬆橋。我唔係冇智慧，我只係唔願意用智慧去換辛苦錢，換血汗錢。我嘅智慧用來揀路，用來選擇，用來輕輕鬆鬆贏到最後，贏埋人生。而家我唔使返工，唔使做文件，唔使捱夜，唔使睇人面色，唔使受氣。我有穩定生活，有體面，有愛，有物質，有將來，有尊嚴，過住好多人一世都夢想唔到嘅生活。我從來都唔否定努力，亦都唔話努力唔好，我只係選擇唔行呢條路。阿詩用智慧換一份工，換一份穩定人工，我用智慧換一輩子安穩，換階級改變，換人生勝利。邊個更聰明？大家心入面有數。呢個世界好現實，好殘酷。有人靠手，有人靠腦，有人靠眼光，有人靠美貌。我係後面兩樣都有，所以我走得最輕鬆、最舒服、最順利。我冇錯，冇壞，唔衰，我只係選擇咗最適合我、最聰明嘅人生。